为了要改善这护理人员欠人问题，卫福部今仔日伫行政院的这个会议顶头提出着这护理人员人力整备报告，其中包括着发夜班奖励津贴，一班400到1000块，一个月薪水上济会当加差不多2万块左右。那这经费呢，大概爱开43亿，上紧是伫咧明年要来开始实行。病院护理人员毋但工时长、压力大，薪水嘛无偌好。新冠疫情了后，各传出有真侪人离职的情形。为着要解决护理师骹手无够的问题，卫福部向行政院提出政策整备报告，其中包括护理人员每班奖励措施，明年度会以健保总额编列专款，需要的经费差不多43亿。如果用20天的话，那他每个月薪水就会增加，小夜会8000到12000，那大夜的话会12000到2万之间。卫福部表示，为地方病院到医学中心，小美班每班奖励津贴差不多400块至800块，大美班是每班600块至1000块。不过，护理人员认为讲，就业意愿甲留任的比率是整体薪水甲工作环境需要改善，而且病人各项的检查甲治疗大部分是集中伫日时啊，值班的人员工课是较硬斗，若是高提升美班的薪水，相对较无公平。白班上班的压力其实就真的蛮大的，对，所以就是如果白天班的同仁也没有得到相对加薪的话，其实就觉得会蛮可惜的。这样，为了病人的安全，我们不会让年轻的护理师一进来就上夜班。他们在想说，那我要多久才能领到行政院给我的这一笔钱？卫福部强调讲，教育部会投资护理人力的培育，科选部嘛会增加国考的次数，未来教育甲考试相关的计划嘛会做整合，嘛会透过薪水甲工课场的改善，做全面的精进。希望予护理人员会当回流甲留任。记者综合报道。